Hatofame Park 係一個全新嘅地標概念，以 Park 命名，帶出喺呢度探索知識同人民交流嘅理念。作為多用途嘅培訓中心，呢度展現 Hatto 嘅文化同價值觀。The Space 嘅係一個獨立嘅空間，亦都係對外嘅窗口。喺呢度，我哋展示咗 Hatto 嘅創新項目同科技。依家嘅設計採用更多嘅自然光線，學員一入嚟佢哋覺得更加舒服。呢一種氛圍好配合我哋以互動同交流為主嘅培訓課程。我哋可以好靈活咁改變我哋課室嘅擺設，去配合我哋嘅小組討論同埋一啲互動嘅活動。課室引入更多嘅創新教學設備，令我哋個學員更加容易去掌握同理解我哋課程嘅內容。嚟到 The Lab， 呢度係融合環保同創意嘅展示空間。我哋特意運用嚟自香港嘅泥土作為物料，將 Hatto 課站收集到嘅廢棄膠膜由本地工匠升級再造，成為藝術裝置同家具。呢個設計係希望俾到訪嘅人士可以感受到戶外嘅光線同空間環境嘅變化。呢個新嘅地方將科技同文化共融，匯聚創意、環保、學習同交流，展示 Hatto 重視人才培訓、以人為本嘅核心價值。